好彩未鎖落去啫，頂你個肺！咁樣嘅一拉，咁拉住啦。跟住呢度沖個涼，拎起個花灑，哇！咁樣嘅，跟住轉個頭啦，你係花灑，頂你個肺！呢個馬桶未搞嘅。今集會介紹曼谷呢7間酒店，當中有5間呢就喺綠線附近嘅。第一間係 LYF 曼谷素坤日8號共享公寓，喺珠多康租1晚大約300幾蚊。呢間公寓呢唔使俾按金，而且對面呢就係70日 BTS Nara 站呢步行1分鐘就到啦。設計時尚，啱晒年青人。床頭有一大幅色彩鮮豔嘅畫，房間冇異味，冷氣亦都夠涼。間房呢就唔大嘅，冇電視啦，亦都冇雪櫃。廁所浴室共用一道門，洗手盆擺呢個位呢都幾方便。每人有大小毛巾各一條，衣架大約有5至6個。床頭左邊有 USB 同埋3腳插頭，而右邊呢都係一個3腳插頭。根據想要嘅嘢可以到各層領取，有上門按摩服務。垃圾桶呢就冇垃圾袋套住嘅，2100瓦嘅風筒呢就夠力快乾。沖涼嘅地方呢，容納2個人呢都冇問題。提供嘅沖涼液、洗頭水、護髮素呢都幾好用嘅。水壓係我租過咁多間之中呢最大嘅，而且熱水穩定。廁所乾淨企理，提供嘅廁紙質感呢都幾舒服，有3個掛鈎，枕頭同埋床褥呢就偏柔軟嘅，對我而言呢都幾好瞓。床褥旁邊呢就有軟墊同埋 cushion。酒店出面呢有酒吧、咖啡店，對面就71啦，買宵夜呢非常之方便。旁邊亦都有小販檔，打開窗呢就聽到出邊嘅噪音啦。窗口呢有提供一定程度嘅隔音，大門呢十分厚實。總電源呢唔使插卡，十分之方便嘅。我哋住呢邊就係拉蘭，出名就係一啲酒吧街啦，就喺正我哋住嘅樓下，咁都有啲咩？哦，呢邊全部都係酒吧，哇，烤魚。酒店下邊有停車場，今次我哋今日冇揸，聽日先開始揸。我真係覺得呢間酒店個大堂嚟。哦，咩嚟？喂，唔貴喎。2樓好似有投幣自助洗衣機，需要200匹買2個硬幣，附送洗衣液、一次洗衣機、一次乾衣機。大堂提供一個共享嘅舒適空間，可以同其他國家嘅朋友交流。酒店附近有一間地道嘅餐廳，十分之推介，但係呢就冇冷氣，得風扇，會有啲熱。雞翼呢必定要叫啊！然後輪到介紹阿索克紅色星球酒店，我哋租咗1晚扣除回贈呢係382蚊一日，最近價錢有所下調，只需要200幾蚊一日。酒店門內有提供免費泊車，揀呢間酒店最大嘅原因呢，就係3分鐘嘅路程就可以到達綠線同埋 T21，7分鐘嘅路程呢可以到達藍線。呢間酒店最大嘅缺點呢就係細啦，而且冇提供雪櫃，最闊嘅位置呢只係得1道門闊嘅啫。床邊有一張摺疊嘅小台，床頭邊有一個3腳插頭，房間需要插房卡取電。提供嘅沖涼液係3合1沐浴露，有提供大毛巾，衛生情況尚算合格。如果你嘅旅程會乘搭藍線同埋綠線，近2條鐵路同埋 T21就係呢間酒店最大嘅優勢。簡約嘅設計適合預算有限嘅人，但如果你怕局促嘅環境呢，可以選擇其他適合嘅酒店。下一間介紹嘅係郵居酒店，附近有3大商場。相隔個站有 T21同埋藍線鐵路。呢間酒店我租過2次，分別係3人房同埋4人房。先講3人房，喺Agoda扣除回贈，總數係每晚360幾蚊。
房間係需要插卡取電，有一部電視，有一張梳化，冷氣夠涼，可以掛衫，枕頭偏矮，較為實心，床褥偏實，唔係太好瞓，有微波爐、雪櫃、夾萬、全身鏡。吧台係房間嘅賣點，食宵夜好方便。吧台窗後嘅環境冇乜特別，廁所沖身區較為窄，有洗頭水冇露提供。廁所環境中規中矩，提供嘅大毛巾比較舊，建議自備。熱水有時唔穩定，有一晚試過短時間冇水。輪到講下四人房，當時四人房2晚，一共係4800幾匹，扣除回贈總數係每晚472蚊港紙。我哋喺網上預訂睇相嗰陣時呢係咁嘅，但係實際佢哋俾我哋嗰間房呢，好似冇裝修過嘅工業風，感覺有啲死氣沉沉。雖然房有空氣清新機，但係呢都有一陣噏味。曾經廁所有一隻大曱甴走出廳，衛生情況一般般。廁所嘅百葉簾呢有啲節氣，有機會隱約睇到一絲沖涼嘅畫面。如果係男女共住呢，就要注意一下啦。最大嘅賣點呢，就係地點少有嘅四人房，近3大商場同埋 BTS 6線，而且價錢唔貴，一分錢一分貨嚟講呢，都係一間值得考慮嘅酒店。下一間介紹嘅係素坤印路39項室林酒店。今次我哋 book 咗3日雙人房，平均每晚係298蚊，最近價錢下調為250蚊起。酒店設有免費停車場，酒店停車場斜路較為斜，容易刮底。按金為1000泰銖，有指定嘅 check-in 時間。我呢間呢，就大約300蚊晚，咁啊幾俱全啲設備都，睇下有呢張台，我哋買啲宵夜翻嚟就咁平喺度食又得，有微波爐，七仔唔叮翻嚟叮又得，哇！仲有呢個電磁爐添，咦？加出到勁啲，哇！好風景，俾人哋咩嚟？閂翻先。下一間介紹嘅係優素坤逸酒店，酒店街口最重要嘅71，隔離有3間按摩店，非常之方便。進入酒店停車場，路面都幾闊嘅。泊位兩車之間預留嘅位置並唔多，停車場內有充電站。今次 book 3日豪華池景房，平均每晚350蚊。有細雪櫃、微波爐、夾萬、樽裝水、水杯、咖啡粉，電視有提供 Netflix、YouTube， 有梳妝台、有衣架，廁所沖涼位置較窄，亦有浴缸。大門單薄，用嘅鎖呢係家用嗰啲房門喇叭鎖，開閂門有啲煩擾嘅聲音。出面走廊嘅情況係咁。酒店內有游泳池，酒店地下有洗衣機同埋乾衣機，洗衣乾衣分別係各50匹，洗衣液係10匹。最平嘅冇窗雙人房呢，大約係290蚊，有窗呢，就大約340蚊。中意游水可以選擇池畔豪華房，大約400蚊。房間一出呢，就係泳池啦。3人房450蚊，3人套房大約700蚊。最後有4至5人房，大約係1000幾蚊。下一間介紹嘅係森薩提恩公園式酒店。今次我哋 book 咗3日行政雙人套房，平均每日係200幾蚊。房間嘅質素同價錢相比呢，性價比都算高嘅。酒店地下有免費停車場，但係地方較為窄，位置唔多。酒店位置遠離市區，建議係自駕遊先至選擇，否則每次都要 call 車出入。離最近嘅鐵路站呢，都要15分鐘嘅路程。現時價錢雙人房為300零蚊，行政雙人套房即係片中嘅房呢，就380幾蚊，可以住4人嘅家庭套房呢，就為500零蚊。我哋又到咗啦，呢間酒店。
搞笑啲，死！誒，拍卡。哇！正！一入門口呢，就有一張雙人台，台上放有咖啡粉同埋2支水，有電磁爐、煎 pan、餐具，碗碟呢樣樣齊，仲有微波爐同埋雪櫃。雪櫃擺放咗一啲收費嘅飲品，亦有收費嘅小食同埋洗衣粉。門口設有鞋櫃，梳妝台有一大塊鏡，有3腳插頭方便插燙髮夾。廁所乾淨企理，設有電子廁板，有提供沖涼嘅用品。智能電視有提供 Netflix 同埋 YouTube， 有一張舒服嘅單人梳化。窗外對住大廈，冇乜特別嘅風景。床頭有一個3腳插頭，十分之方便充手機。床邊亦有3腳插頭同埋 USB-A 插頭。下一間介紹嘅係迪亞酒店。好彩未鎖落去啫，頂你個肺！咁樣一拉，咁拉住啦，跟住呢度沖個涼，拎起個花灑，哇！咁樣嘅，跟住轉個頭啦，你係花灑，頂你個肺！呢個馬桶未搞。睇完條片係咪覺得好誇張呢？今次我哋好彩，只係 book 咗1日豪華專櫃雙人房，扣除會震，但係每晚282蚊，價錢由230幾蚊去到530幾蚊不等。最大嘅房型最多可以住4位成人同埋1位小朋友，有免費停車場、健身室、泳池。酒店距離機場線華馬站大約6分鐘路程，而黃線只需要2分鐘路程。曾經試過早上喺曼谷市中心 call 車機場呢，用咗半個鐘先成功上車。選擇近機場線嘅酒店呢，搭機場線可以控制時間，唔使擔心不確定性。今集就介紹咁多先啦，下一集會由北去南介紹芭提雅呢7間酒店，俾大家參考下位置同埋分享實際住後嘅感覺。